1939年12月15号，由民族票改编的电影《乱世佳人》伫咧美国放送，嘛正做当时美国史上票房上悬的电影。和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庆昂，这个电影继当年佫摕到10项奥斯卡金像奖，嘛去互电影协会评选做20世纪上伟大8部电影之一。欢喜迎接新的产业时代。1980年12月15号，新竹科学园区正式完工，以电子代工为主的专业工业。行政嘛同时设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，对台湾电子产业的发展有真重要的地位。2008年12月15号，龙华大三通拍开，航管人员过59年了后，空中直接对谈。台湾复兴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两地飞龙机拍头阵，下午8点才会起飞，航管人员的心情欢喜搁激动。